即摆看到头前有这个数字对吧？这就是恁即摆成都的广告价。哦，第7名。什么那条边？哦，避免啊。哦，我的小莫，我感觉这对我的打击足大的。其实我一定足习惯，可能我跳舞就是足好足好的，毋过我到这个时阵，大家拢比我较好。哎呦，你别讲啦！因为我真正足拍拼咧练习的，因为我感觉我家己我都对着大家。因为我对我自我的要求本来就足悬啊，所以我在第7名的时阵，我感觉我想讲，我真正有跳到遐差嘛。